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听故事偷心事，台语话万事。大家好，我是阿德，希望你今日平安顺遂，过了欢喜。今日咱无来宾，毋过有一位真久无出现的老朋友哦，咱的资深的听友，若是今年新听的，可能较无熟悉。嘿，但是你若是阮的老听友，一定知影，这是阿德的节目，特别是嘿，所以讲是我的 partner 吼，主要是因为大家拢做访问较济，所以访问当然都是以来宾为主。若是无来宾的时阵，其实主要拢会是甲我想要跟的这个 partner 说谎记做回来开讲。你为什么要甲破梗？嘿，老听友讲需要惊破梗，惊憋戏文安尼买啦吼，当然就是咱的说谎记啊。你顶一遍出现离这集偌久，你敢知？我知啊，计算是2月份，毋对，过年前啦，将近要1年啊咯。咱打录音的这个时间已經佇要來到尾年啊，对無？咱迄集咧佇咧講蛇年的代志。對，迄小龍年，迄牛，我無興趣啦。上架的迄一集是今年還佫佇今年來吼，對1月27。哦，是吼。一個 bonus 的集數叫做靈俠出動有智慧。咱嘛小等者，你攏無互我介紹者。上久無甲大家自我介紹一下，甲大家挨殺一下就對啊。大家親愛的聽眾朋友你好吼，我是說龍，你哪會記得無？有夠想無？有想到我無？我定定收到聽友佇講真久無聽到說謊子的聲毋過多謝，主要是阿弟這邊時間度合較無拄好啦，因為時間拍走啦，錄音創啥，是啦，都較無機會安排，尤其是有真濟想要做的這個內容，像之前咱一直有佇做的。民俗台灣的部分，或者是興安地水經，尤其興安的部分，其實有真濟想要做，已經有先列出來啊。毋過一直無時間排袂出來。因為像這物件，我過去看伊的，比如講破骨師啦，相關的資料啊，等等是需要較濟時間。資料太濟啦。所以這部分一直也無機會來安排啦。做袂到。總是希望會使豆豆來調整啦呢，所以已經時隔要1年啊呢。咱的朋友唔好走去呢。說謊吼，三不五時可能會出現一個。對，盡量這個時間安排，就是有機會通繼續做家己的內容的時陣，對，找說謊子做回來開講。想講嘛，時隔1年啊，咱來回顧一下，因為這集佇咧播出的時間若會附來講，我希望佇咧咱2025年的年底進前，也就是要進入26年進前，要開春啊呢。做一個年度的回顧啦。像講咱頻道嘛，久啊做一屆啊，這頻道的回顧無久啊，才有法度好開講一下嘛。所以先甲大家報告一下啊，在這段時間內，除了訪問以外，咱的近況就是講這幾年啊，在攏佇創啥？今年有一寡較大一數啦的變動，就是工課場上，無共款啦。因為之前資深的聽友應該就知影講，這個主要工課的這個領域佇咧傳統市場內底，佇內底真正學到真濟物件嘛，真濟年啊。毋過咧，因為種種的這個安排啦，人生的規劃了後咧。我都去到了電台，打一台吼，有聽的聽友就知影啦。我遮都無過特別宣傳啦，因為伊無互我另外的錢，伊做宣傳所以就是去到了這個電台來服務啦。雖然講是固定佇咧成山迄邊的電台的節目，包含天頂半隻傾，這是甲這個網慶友人的合作。另外一個是我家己主持的，叫做社群的慶。天頂半隻傾主要是做這個性別議題，所以內底有討論到真濟，比如講
社会结构内底男女之间的关系，两性啊，嘛毋若两性吼，有当时男女的话题嘛会讨论吼，所以我嘛会讨论到男同志的话题、女同志的话题，甚至是变装。才会真侪各种各样真趣味的话题，毋过阮尽量是用一个较轻松的角度来去讨论内底这性别之间可能有一寡议题，咱会使去注意、去注心的安尼。对。另外一个就是以这个诗行话题。创啥？我拢就讲你咧创啥？创爱写创伤的创这是创啊。创啥意思就是因为讲，网络顶大家咧讨论啥，流行啦，事件啥流行啥，或者是有什么物件真做话题。不过当然啦，伫咧网络顶悬就是讨论的话题是百款嘛，啥拢会使讨论。所以凭良心讲，小群咧创啥一开始伫规划设计的时阵，我就是希望讲，伊是一个想要讲啥都会使做什么主题，就做什么主题的节目。只是讲因为所有话题拢会使伫网络讨论，所以咱定定嘛会去社群内底去找一寡，这个主题。大家可能有什么款的看法，有什么款的反应，甲有这个情形去做一寡发展安尼吼，可能是安尼为主。有一寡较趣味的物件，比如讲最近我有连续做3集，我感觉真趣味的，就是甲话水来测访黄金男先生伊的这个台语诗语吼，有真济，你敢有听这几集？我有听到。内底你敢有捌听过？伊讲的嘛真特殊，有真济是无听过的对无？真古早的诗语已经。无人知影，或者是讲，真趣味的。我毋知即个人的会所是到倒位啦，不过伊的讲法吼，真济真特别。伊有专工去做调查啦。应该讲伊嘛真找真济资料。对，因为伊是咱讲宗师加藏书家，所以因兜的册吼是迄个几十年前。上百年的册，各种各样的当册时的真济记录，咱根本都唔知影记录伫过去的册内底的物件，伊遐看会到安尼，伊会使做真济功课，这是趣味所在。嘛用真济心血啦。还有另外一个第三个节目，主要毋是阿迪伫咧花，毋过长期有伫合作的，就是甘内克，还有伫做的，就是海迪家啦。大家可能会小可感觉怪怪，讲最近敢若听到海迪家啦，拢是。中部的接受，是安那咧？因为有人走去放假，所以咧会使下一集嘛。不过其实怎么年后旧历过年吼，咱旧历过年了后，其实就会搁继续转来甲大家见面啊。种种安排啦，其实主要是有真侪规划的关系吼，所以会下困一个安尼啦。是好啦，嘛是爱充电啦。咱不管是一直做节目，是一直伫甲物件提出来嘛，但是咱什么时阵都吸收新的物件，这嘛最要紧的。我是不是我嘛通下来放一个假，可能也无时间。目前敢若还佫排袂出来哦。对，所以这都是甲大家报告一下，讲咱这年来这几年来2025年大家做什么代志？当然，第一做电台节目嘛，有熟悉到真侪趣味的来宾，真侪真好耍的议题，有一寡是我过去无介了解，或者讲相对咱嘛用台语行入无共款的主题的领域，包含性别的领域，包含讲社群内底可能讲起到 AI，讲起到传统的物件嘛，讲起到就新的物件拢会嘛，真侪趣味的话题伫咧内底安尼。咱就是加减吸收，所以讲无听到你啦，有闲就甲听坐车啦、飞机到咧啦，罔听嘛消磨时间嘛是真好。对，因为电台节目的特性伊排的时段是半点钟一集，拄好半点钟，1分无差1秒无减啊！所以不管是天顶半则强是社群伫唱啥，拢有听有反映讲。我拄感觉讲要进入这重点嘛，安尼结束啊，少安尼，感觉30分钟，敢若无够的迄个感觉呢。其实论真讲，咱要讨论一个话题，30分钟是无啥够，因为你个片头片尾啦，甲大家小照面一个啦，拢是时间嘛。前后切这都出。中个放一条歌，所以时间是真有限。毋过主要也是讲。把这个话题先带出来了，大家会使关心到有这款的话题，有这个讨论，后续其实大家会使个进一步去研究去找看嘛相关的议题来看安尼。因为电台有家己的这个时间的限制啦，所以较短。那当然伫咧咱家己 podcast 这边定来开讲的 podcast 其实都
长度拢较长，较无按定讲都爱对，几分钟都爱切啊。主要是希望甲话题讨论较深入，所以电台迄边我拢会用较轻松的方法去做。若是 podcast 其实就会较沉到，有真侪较深入的议题讨论啊，甚至有较侪是受访者心内的一寡想法，甚至是较哲学性的，也是较伊个人心内的一款思想，较歹讲出嘴的，去探讨啦。嘿，小可无共款，这是两边无共款的所在。当然，这就是建议大家有机会，你若是比如讲咱家己节目的听友，过去也无听过电台迄边的节目，伊嘛是拢有上到 podcast 顶悬，或者是 YouTube 顶悬拢有，所以大家会使去找来听看卖，看下你的口味无。相对较结构化啦，不过其实也得当做节目，包含家己的 podcast 嘛，是拢尽量行向较结构化的这个路线。主要是希望讲大家会使伫内底听时，有一个所在嘿串一个转换一个，有点伤长，人会失神，你知道，因为咱敢若声音嘛，无画面，这个款的刺激，所以要用这款的方法，大家会使一段一段小细困一下随时搁倒来安尼有当时配合音乐，会敢若较轻松淡薄啊。嘛免阁伤过轻松，无感觉无够开的感觉。这无够开的部分，就真正是较困难啦所以若是有较大的议题，还是希望讲行搁较深的时阵，比如讲拄则讲起到文进南老师的这边文进南先生，伊的这个台语史记，因为当初是出题出真侪题，我就甲切做3集来做，咱就会使较深入来讨论，讲每一个无共款的话题。对，过来就是敢若讲因为听这个 podcast 的台语这无一定大家拢听会真清楚，因为你啦台语无讲真认真来讲有诶可能会听无，你就加听几遍啦，你会当体会。对，你就是接讲喙就顺啦，是啦，接下手就袂钝嘛，同款意思，耳孔嘛是同款，爱愈听才会愈来。咱当然练习什么款的语言拢同款当然你若是真正一直听听过落遍，你也是听无这个所在，你会使去 Facebook 啦、Instagram 遐留话互我咱看到当然我都会甲你回答讲这句可能来宾是讲啥，或者我是你讲啥，你可能无注意到的物件就是爱像阿迪讲安尼咱来去找资料。我知影有听友甚至是对讲，你知影？伊为着练习家己的口说，所以这厉害譬如讲节目内底讲一句话，伊就对一句话，安尼来去练习家己的口说。安尼应该给拍拍足用心用功呢。你确实是无简单别人心讲就是各种无共款的做法安尼。我嘛知影有听友当面甲我讲，伊一集拢听3遍。我给你。拍拍我是小可会惊到啦，因为一集若是以咱家己节目1点钟至2点钟的长度听3遍，有影是小可较食力。应该是分开听啦，别讲一届甲听较满，安尼嘛听无。这我是无了解，不过真正真感谢啦，足感心的感恩呢。冇甲说多谢，只是讲真正有小可惊到讲哇3遍真正是够用心。希望讲这个节目内容有真正值得你听3遍，讲拢有法度吸收到物件，咱莫讲学习啦，就是你对这个物件有一寡感想，或者是讲某一个事理向这个物件，反正我知道会使使用。原来是安尼对，这嘛是甲大家分享一个。讲原来如鸟啊！所以这一年来生活敢无什么上大的变动，还是变动嘛无介济啦。只不过敢若嘛。讲无用嘛，真无用咧。你的生活本身虽然讲是添了真甜啦，就是有真侪这个安排上课嘛，啥有诶无安尼所以嘛真闹热啦。咱曾讲有些人若去拍牌朋友然后我拢讲拼经济啦。贴纸啦、烧草啦、打麻将啦，是有时就有像朋友来等讲，我气死囡仔安尼，本来是赢偌济，到尾拢放了安尼闹屎共款。我讲你这个物件，毋是赢就是输，你若无迄个气票，咱就卖。你安尼讲，敢若选举，有人讲选举就是票多赢，票少的输。事实嘛是安尼嘿啦，嘛是无毋对啦。补充一下，拄仔讲到烧草因为若是像餐厅啦，这款
餐饮业界因伫咧讲烧草是讲足无用，甲药拢塔袂得啦。若是一般徛家啦，咱一般人家朋友之间来讲烧草，就是去即个拍麻将啦。拍麻将嘛有正经是咱餐底的烧草。啊，当然伊原意是伫咧即个田内底遐烧草啦，翻草啊走出来安尼。以前迄个田吼，烤草啦吼，啊，拢做烧草，甲咱有讲的啊，变做个尾啊，说变做讲拍麻将，迄桌顶贴纸啊。贴砖啊，烧草讲法拢有哦，足侪种诶嘛，真趣味啦。语言就是安尼。嘿，想讲甲大家补充一下啦，因为这几年其实伫讲到烧草，较侪讲是餐厅无用啊。这个讲大家向误解，想讲你出来开餐厅晓无呢？啊，餐厅无用，这个我是头一届听，因为阮所讲诶是拢讲拄则讲遐啦，拍麻将迄种诶啊，还是餐底啊，会再拢互做烧草。啊，真少讲做餐厅烧草。我做无用，嘿，这是咱遮无呢。有餐饮业界，因为我捌听过，嘿，我捌有朋友做餐饮的，这个是做讲过这款话。啊，所以人较无去食餐厅啦，较毋知。过来咱来回顾一下啊，这个 podcast 这段时间吼，其实正式发布的集数敢若19集尔，算少的。照理讲啦，当时我希望讲减少变成2礼拜一集的时阵，一年12个月上无嘛，应该有24集。毋过实在是有较困难淡薄啊，时间上。送你一句话，啊，就环境所逼。所以最后是19集。你知影19集，你若是要报金钟奖，以今年的规定，甚至安尼是无法度报，因为爱20集以上。毋过毋管啦，就是即个19集虽然是无济，逐集咱嘛是即个真用心伫咧制作吼，做出真侪准备吼，后面嘛是希望讲大家会使伫内底真正有真侪收获安尼。啊，当然透过一寡平台，比如讲 Spotify 吼，这部分单纯的讲 Spotify， 伊有一寡数字，就是讲若是就即个平台收听，其实毋是占上多数。一般目前大部分的 podcast 收听的平台也是 Apple Podcast 上济，不过我无看到因的资料，所以无确定。不过 Spotify 这边逐年到年底拢会互咱一寡过去的资料，这一年来你的听众人数增加偌济，啊，其中偌济是新的啦，啥安尼。啊，若是单纯即个就听众人数来讲哦，增加差不多4成左右。安尼哦，对，就是咱的总听众人数。安尼嘛真多些。啊，若新的听众增加内底人数，就是属于新听众，甲旧年比起来是增加6倍。我毋知这是安怎算的吼。总共有一个较特殊的一个数字。反正哈有进步啦。来收听后来个字，即个电话就是讲有字，即个追踪，二楼会甲你讲的即款的，就讲伫我的表内底跳出来的即款的。这是差不多增加3成，一个是听众人数我要4成，听了有2类讲啊，这个我日后要搁听是差不多3成，所以算讲是还 OK 啦。等于讲来的人10个可能有7个7、8听了会认为讲这会使吼，大家是追踪就是日后会使搁继续听的意思安尼。啊，总收听时数其实嘛无少吼，因为咱的时间长嘛，一集就已经点外钟去啊。总共来1分钟来讲是14.1万。14万分钟的意思哦。啊，那换算作点钟是2350点钟，大家听落来的时间长度。少呢。我讲换算是98天14个礼拜3个月，你就唔知啥要数这款的统计啦。这奇怪。这旧年哦，无足侪集内底上侪人收听表现上好的是搭一集咧，其实是伊本身就足出名的。第二龙迄个歌手嘛，因阿爸是宜兰人，第文堂，一个导演嘛，较早捌做过宜兰文化局长哦。因查某囝当时伊本来就是歌手啦，做真歌啊。伊在即个后面，因为伊本身有真侪歌迷，可能相对嘛来听。啊，确实伊迄块专辑伫咧今年推出，我真介意，叫做《弯曲》。即块专辑我相信明年嘛会伫咧金曲奖有真袂歹的表现。这集伊的收听的人数比其他平均来讲是2倍哦。爱甲恭喜哦！表示讲伊本人真正是真受到欢迎啦，这嘛是替因欢喜。不过讲起就第二有一个较趣味的代志啦，因为这个人因为伊顶一块专辑
或者水逆，其实引起着真侪讨论。这个部分，阮其实伫咧访谈内底嘛，有好好去开讲着，去讲这个话题。主要是因为迄个时阵，我感觉伊对台语的把握程度其实无遮好。我后来有去听，总是会感觉讲足忝的，就是你去应付即块歌，甲唱了都已经稀咧咧啊！你其实无任何快乐啦，等于用背去学啦，当然伊嘛有认真伫学，伊毋是讲敢若背，只是讲伊都无法度应付即个条件。毋过到了今年推出即个专辑的时阵，迄个歌互人听起来是有澎湃的，无共款咯，互人听了讲哇无啊甚至会佫想要翻头佫去听一个安尼所以是完全无共款。你会使看到一个人的进步。我希望讲咱个个听友当初时电击龙得到即个奖伫咧金曲奖的时阵伫咧台顶无讲台语，即件代志其实拢会引起真侪讨论甲批评。咱的听友若有听咱个节目，我相信你有听到即集，你会使理解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包含伊的想法是啥，包含伊交出一件我认为讲会伫咧交代的作品所以会使去表示讲我迄个时阵心头所想的是 OK， 我毋是真正用一个应付的态度去对待一个语言，所以伊才交会出即个完快即个作品。安尼我认为讲伊讲的话是有道理，我会使接受的。我希望大家使去思考一下。我这边的想法是，你咱即马讲，领奖的人本身拢讲台语来讲，那伫上台要发表包括歌戏因本身拢是讲台语嘛，唱歌嘛是台语，结果因嘛是拢伫台顶定拢用国语。这点下疑问我是伫想，是毋是伊为着一寡人听无台语，所以伊拢用国语去讲，是毋是有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毋是，我认为这是长期的教育，这叫做党国教育，就是自古早甲你教一件代志，台语就是较爽的，就是你是无资格徛你台顶用的语言，所以去到顶悬台用一个上高阶、上高级的语言叫做华语，就迄东西叫做国语，叫做中国话来表达，才好做你是符合着这个主流的。不过咱当地讲的就是这件代志，讲无应该安尼。所有人伫用家己的母语、用家己的语言做作品的时阵，请你徛上台，互别人大声讲出，互别人听到你讲的话。就算因听无嘛无要紧，你若希望讲后壁佫补充做一个翻译嘛无要紧，不过请你甲你的语言提出来，互别人听到你的语言的水，互你听台语伫咧台顶讲出来是什么款的感觉，原住民的国族语台样的话伫咧台顶讲出来什么感觉，其实真济拢会做这件代志咱卖翻译。对，你无需要烦恼听无听无是一个足恐怖的错误的误解，就是长期以来甲你教育这件代志，讲有一个语言是通用的，迄个通用就是叫做国语所以大家拢爱会晓这个物件，咱应该考虑到别人敢若会，咱应该用这个语言，这是毋对的，因为第一是这个语言的出现，我已经无想要讲正义无正义这件代志，单纯讲咱对家己。只要你有这个心态，其实就变成伫咧压制家己的语言，因为你甲一个物件放伫上要紧的位置。但是咱大的关系是讲，咱豆听有大概别人伫讲啥，毋过我会使讲我家己的话，对方嘛大概知影。当沟通出现真正较深的困难的时阵，咱才来思考安怎款的方法会使改善这个问题。毋过一般人生活其实无遐复杂，你甲厝边隔壁开讲是讲你徛伫台顶讲，你敢嘛讲什么偌深的代志，无可能。就算是音乐家，就算是歌手，徛伫台顶，伊袂甲你讨论乐理，对无这个乐理其实有真侪嘛有台语的事还无讲就是你只是真正上伫咧讲你的话，大部分人其实是听有的，听无的人，伊敢真是有遮要紧要听有你伫讲啥嘛无啦，讲较歹听的。这点我嘛有疑问啦。讲实在，我拢伫甲看，我心肝就伫想讲，你歌戏底咱只我。对歌戏，这人讲我绝对无另外讲什么歹意啦将恁谅解者。我是一直想讲奇怪，你去伫你上台，阮就拢听有。咱来讲实在，应该像拄则阿弟伫讲的，人伫听嘛无遐尼要紧，讲你伫讲啥。当然，你所爱表示就是表示感谢评审啦，感谢你得奖啦，应该就是拢这物件尔嘛。所以你来用你家己本身的语言。
你来讲，你做歌，你本正就是拢台语，所以我拢一直感觉，我嘛会有甲遐一寡听众讲我，为什么你唔讲台语呢？你都拢会使啊。没错，这就是最无彩的所在。这就是我拄仔讲的，迄个中国教育长期落来，尤其是迄一end的人，佫较会受到这款影响，所以伊就会认为，伊无去意识到这件代志。上台自然就会认为家己应该讲华语。一般我所看到，因为就是讲你讲心理的建设，一般伊拢认为讲，像你对这讲，讲台语有点丢脸，这是真实，这是事实的，有这个情形，所以讲心理的建设嘛是有需要。爸母吼，伊就无愿意讲啊，哪有可能去教囝呢？对吧？所以这是一个要点伫哩哦，你拢家己所服气啊。像讲最近什么奖呀吼，嘛是共款遐歌艺村吼，唐美玲迄落去啊，这较有名啦，我甲点名无要紧啦吼，这是伊公众人物嘛，嘛是拢讲一般了，拢用国语讲，我顶多听起来感觉一说怪怪的，你都用你的语言讲就好啊，因为你都是唱的拢顶多佫较好听呢。是啊，我是安尼感觉啦。别人才介意你的作品，伊佫较应该爱用。伊家己的拍拼去学习你的迄个作品内底的语言，就像咱伫看国外的作品，国外的团队，毋管你是法国、英国，来到了台湾，真正徛伫台顶，伊讲英语、讲法语，伫咧甲大家答谢的时阵，伊敢会挑工搁做一个翻译。你若真正需要翻译嘛无问题，你讲我就希望讲大家听搁较清楚，请你另外准备翻译，但是你家己的迄个语言绝对袂使失落去。但是基本上来你讲的外国人来吼。因为为着尊重咱这边的国家来讲，伊会用学几句啊，大家好啦，恁好，这个 OK 嘛吼。我感觉大家嘛会使啊。嘿，尾啊就讲因家己的话啊。安尼咱这的表演者嘛会使，比如讲歌戏演员还是台语作品的得奖者嘛，会使甲大家讲大家好，煞来开始讲台语。是啦是啦。我讲嘛是一款做法。大家好，就是种啊，你会晓拢甲点出来，你讲讲你句话吼。大家好，这就基本的拍招呼都 OK 啦。后壁就开始用你的语言拍拼落去咯。对，这嘛是另外一款真趣味的方法，就是讲你甲各种语言的这个小姐妹伫咧台顶讲一遍出来，别紧。你好，是你个干嘛不弄吼？怎啊有些人笑笑啦，虽然都无啥正常吼。讲朋友啊啦，正经真好朋友会足熟悉，我就讲我就用这两三句啊，来问好安尼啦，就爱笑啊，无就嘛听有嘛，伊就知影讲，这就是甲你讲你好安尼尔嘛。咱其实对基本的小姐妹，其实各种语言的小姐妹，咱应该在地家己爱加减熟悉一寡啦。过来咱讲这个 podcast 部分，讲倒来吼，伫咧这个 Spotify 资料内底是有讲，伫咧收听的这个听众，咱听友的有排伫伊家己收听名单，因为听友嘛拢收听真侪节目嘛。是咯。咱的节目排伫伊的前10名的，有差不多400多位，我要500位哈。若是排伫咧前5名，就是伊介意的程度，收听的程度伫咧前5名有差不多300位。若是伫咧头名，就是讲伊听咱的节目听上济吼，伫你家己收听的数节目内底听咱听上久、听上济，差不多我要有100位。非常之感谢这500、300、100位的朋友吼。心足感恩咯。对，而且伊个特别标注讲，即个咱讲铁粉就是讲真支持吼，真支持的，即个听友吼，伊报上来听的即个数量吼，就是几遍安尼是一般听众2倍较加，就是讲人一集听一届，伊就要听2届较加安尼。真支持啦！是咱都嘛听着讲听3届嘛，所以平均落来差不多2届外安尼吼。足感谢你甲阮支持。嘛有人一集听吼，差不多1/4的人是听一工内，伊就会听2集以上。你嘛是无简单啊，伊嘛是2点钟就过去啊。可见这人应该就是通勤的时间较长，所以咱这么较长。你就免听换吼，塞车无适合用这个手机啊，所以你就报晓一集就1点钟的较方便安尼。以上非常之感谢所有的听友2025年来的支持甲收听啦，当然嘛有真侪这个寄付的啦，有老的支持的，真正嘛有人老的特别有讲就是有啲思念说红姐啦，嘛有吼，嘛有支持阿迪做一寡活动啦，等等，嘛拢真正真甘心真支持安尼。
足多谢的。除了透过这个网络、透过声音，甲大家见面以外，其实今年嘛有做一个活动是，虽然讲我是同邀请参加啦吼，因为我都较平淡吼，实在是无时间做这个活动。是内克的 live podcast，然后伫办伫咧台北，我甲有一个对谈啊哦，我有看。现场有一寡听友阮事后结束了，伫伫台卡甲大家开讲啊，有一寡听友讲，真正是专讲为着阿迪来哦，真正是足甘心的吼，就是伊可能较主要是听我的节目，我甲你听友啊嘛有来现场斗支持。哦，真多谢。嘿，真正真甘心，真多谢吼，真正是咱天兵天将安尼。嘿，这几项拢是今年嘛有一部分这集数是甲一寡单位的合作，我嘛真感谢这个单位，真正是真愿意来得机会有肯定啦。还比如讲家己台语贵哦，家己办3年，真正是足厉害啊！恁迄个着阿聪看啊上高啊，嘿，孙聪先啊是要做家己台语贵的团队，一般拢会找孙聪先啊来提供一寡这规划的建议啦、顾问安尼吼，因毕竟伊在地上熟悉，要安怎甲家己在地文化结合伫咧即个台语柜内底。伊是遐的人，所以伊嘛真用心地经营伊家己故乡。对，伊确实对家己的故乡的推萨真用心，真正有出力着。我感觉家己县政府非常赞呐。嘿，家己县政府建议日后应该是爱颁一个贡献奖，互伊吼，真正是真用心。家己这几年你真正感受的。着迄个愈来愈发达的感觉，进化真济啦。迄个发达毋是讲我去偌济老仔厝吼，这其实毋是上大，伊个是文化啦。你感受会到迄个文化所带来的，就是咱人的荣耀迄个感觉，一直提高起来。嘿，你有共荣感哦，这是最重要的代志。这个共荣感有当时嘛是会浮动的，对啦，会影响啊。是，所以这个部分嘛是真感谢家己台语柜的团队吼，找阿迪来做这个访问，虽然讲是一个宣传。当然因为甲顺从先个对象个因是经顺从先互我想讲，甲伊基本上就本准备啥物件，就是去开讲就真会使啊吼。我家己个家己点较济年吼，家己是我第二故乡，所以伫咧即个甲伊互动啊，包含讲伫讨论我过去食着看着，佮去对比着宜兰的食食的时阵，有真个真趣味的对照。有我的所在嘛，有真无共款的所在，当然咧，所以这个对照起来就好耍诶。趣味啦。另外一个是甲台北的，主要是其实迄主办单位是台北市政府文化局，毋过有因承接的即个团队吼，有甲我联络就是讲应该是内底有听我节目的听友的款吼，所以因后来伫甲我联络到，希望讲我会使去访问一寡艺术，是台北市政府登录的这个因的真资深、真重要、真要紧的艺术哦，包含一个蒋中熙、陈锡宏先生哦，锡宏先呢，个拢90外岁，足厉害对无？讲话都足清楚的对无？我头脑足好的。所以讲吼，人袂使休困啊。对，因为伊一生投入伫咧即款的技术技艺内底，真正是对艺的追求吼。你其实头脑会足成功的，90几岁啊呢。因为伊拢要搁伫思考，我这后壁要搁安怎处理安尼，所以袂失去。伊到当搁伫教艺生哦，对啊，是啊，所以这是足无用的，无时间好烦恼这家己身体问题。是当然还有伊的即个师弟吼，师兄师弟关系嘛，是伊的亲家亲他亲的关系，相縁亲。咖喱的艺术，咖喱迄个艺术林金莲伊的腔真特别，若听伊讲，你会感受着讲，比如讲伊会讲。魏胡魏胡伊是魏，毋是话。伊即个魏皮柳，大家都会用。真侪人听无魏皮柳是什么物件？我相信有一寡听友可能爱听到后壁才知影哦。伊就讲魏皮蛇啦，蛇因为用柳去称呼。因做嘢嘛，差不多拢袂得讲蛇。毋过谢鸿生较无进去，其实因照你讲嘛是会进去，毋过伊个人无进去。就是看人的想法嘛。嘿，嘛是真趣味的一个人啊！两个人伫咧开讲对谈个因讲起应该去学戏啦，互动是真好耍。后壁个有一个就是孙英辉吼，阿吉兄，阿吉兄对，阿吉兄甲有替伊写一本即个记录的册吼，就是小完吼，两个人的访谈，尤其是阿吉兄讲起就真济过去，本身是足够讲的人。
因为佫有表演嘛，所以你听伊讲话其实内底是有声情各种无共款的声音表情其实内底佫有表演一个讲伊今日是做皇帝是什么感觉伊做小生还是做这个跳的时阵讲话佫无共款你会投入伊的角色内底安尼就成功啊啦这样讲是有厉害所以会使甲这真正是真资深的艺师这样讲拢是艺师国宝顶级的人伫咧开讲这是真大的影响真是国宝呢真正是阮的光彩啦讲实在所以有机会甲大家安尼开讲足好耍的嘛足荣幸有这个机会啦真正真感谢这个台北市政府因所委托的这个团队啦所以真感谢因家己最厉害因佫有做戏就是这个团队本身佫有成立一个剧团演艺真正是有够无用对文化这个真用心啦最后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小可趣味的代志，就是这2个月可能无甲2个月计外月的款阿德因为目前这个集数其实拢同步的去到 YouTube 顶管嘛算讲旧年的款有一集节目叫做金味你感觉佫会记哩就是这个扫涂骹查某囡仔的鬼即摆会扫地机就是大家都用扫涂骹的机器人较无这个问题但是金味这个故事因为内底有一个恶妇人嘛伊会骂查某囡仔骂金味我捌甲剪出来就是伊骂人佫落单甲剪出来了放做火用一个 shorts 就是短影片大家就时间你看短影片放伫咧网络顶管即摆讲抖音啊抖音 TikTok 这是其中一款伊伫咧 IG 嘛有通放YouTube 顶管嘛会使放 Facebook 顶管嘛拢会使放全部拢有其中伫咧 YouTube 顶管毋知是安那雄 YouTube 去雷公卡着啊是安那伊雄介意这个短影片伊开始甲塞出去本地就是虽然反应袂歹毋过大概就是一般的反应可能几千个收看伊毋知是安那拼命去塞等已经有10万外界的收看就是大家伫看这个骂人的垃圾嘛袂使讲垃圾话骂人的话安尼即摆大家拢要拍片要学骂人就对我毋知就足侪人来闹话当然有的人会骂你知影无毋过我看到伊伫骂时我毋若袂生气我颠倒会真欢喜就是有骂应该是讲无毋对恁若感觉讲这个话是无好的话是歹听的话你听到会生气这就是正确恁若感觉这个骂查某人的话比如什么傲家声神这款话你听到会感觉讲足好笑的其实颠倒是危险听无咧有人反映听无我当然大概解说一下嘛会甲讲你会使去收听完整的版本有一寡一生气讲哪有无垃圾因为我顶管写的是骂人不带脏字台语骂人台语骂人无用垃圾话论真讲真正是无咱传统伫讲的垃圾话无迄个五字经教咯还是3字经就是较无这个物件毋过确实嘛人会反映讲逐句嘛就垃圾有这个想法是好代志表示你有性别的第一是你有性别的意识第二是你有因为安尼生气表示讲我迄个情绪声情表现得对就真侪人闹话安尼所以反应真好等已经10万外界我有小可惊到大家闹出袂使去出来看卖同款甲大家讲就是知影会使毋通甲摕来骂人是啊是迄互你看互你听互你参考讲有即个情形安尼就好啦咱爱闪咱莫做迄个恶人就是好的物件歹的物件你若无甲吸收做你的养分你无法度创作比如讲我今日是一个创作者我要写一个歹人是一个足肮脏的人是我要怎写伊讲话应该什么款的伊无可能讲话佫甲你斯文拢是讲好听当然除非你是笑面好迄款的啦当然啦你从电视看到人是安那有一做歹人安尼甲当直互笑脸的佫学位呢这就是爱有迄个养分但是平常时生活毋通使用当然这是两回事伊迄是演戏你生活无同款啦所以我会建议讲毋是讲骂人的话大家都应该互伊消失毋是安尼是袂使用毋过你知影你要用了适当比如讲你伫骂时或者讲你伫看到即句的时阵上无你知影傲家是什么意思家是啥是安那咱会讲这摕来是骂人的伊原本的意思是啥
对不啊？后是安那说后是什么意思？像这字你要先了解嘛，先去了解一个再来讲。同款会使学到台语的用字，只是这字到做伙会使摕来骂人。这比较较深的啦。对，甲大家分享一个啦，就是拄好看到这个代志啊，一直出来安尼，我惊死安尼。而且论真讲，虽然卖大家有个人会骂讲，哦，这真正骂个就歹听啥吼，就无尊重的。不过迄个电话啦，就是 YouTube 平常因为无特别宣传这个物件，咱主力也是伫咧 Podcast 平台吼。向都加几落倍，大家念是念嘛，是一直字咧，就是你有介意嘛？有个人华语有一句话讲，就是叫做嘴上说不要，身体挺诚实的，就是有一句无遐好听，不过大家赶快会使知影就好，就是叫做嘴念经手忘念，就是这个感觉啦。嘴拢讲不啊，其实你身躯都反映出来啊，对吧？这互大家知影一个好算好算安尼。目睛金金啊，睁眼说瞎话。对，好算。当然新的年度，原则上目前工课，因为阿德接电台的工课啊，特别一年吼，较无闲啦。还佫当伫无闲，我无啥爱通车，所以就时间差足济。无啥甲讲真甲大家挂保证讲2016年我会做什么代志，毋过确实有一寡想法啦吼，包含讲我会调整一寡我家己做代志脚步吼，所以这个集数可能会比今年较济一寡，我有分配讲要安怎去做，会使减少我的气力，莫遐忝去做这个代志，个时间的成本。第二就是真正有一个单元是伫咧咱的台语话故事后壁嘛是台语的，毋过主要是想要讨论社会代志的，或者背回社会事。迄当时敢若做过一集，较底做过一集是甲宜兰这边较有关系一个性骚扰这个新闻案件。其实真久啊咯。毋过因为豆啊，比如讲台语的话题，伫咧真济这几年愈来愈受到讨论，包含讲高雄有台语学校的成立，包含讲真济台语相关的议题，或者是对整个社会一寡讨论，台语其实应该有机会使讨论这个物件，较掂到较严肃，无像讲故事啦、访问啦，相对是较轻松的。是啦，但是我希望咱说来豆会使做这个物件，我有看到真济人伊有在调讲台语，伊有对一寡事件有真好的家己的想法甲概念，不过无机会邀请伊来讲嘛，伊真正若是台语话故事单元，敢若怪，因为咱主要是针对作品甲故事，所以明年度开始，我可能豆就开始参揽一寡背回社会事的这个单元，用台语来讨论时事安尼。当然，咱听友若有一寡主题啦、建议啦，讲你就想要听阿德甲送讨论一个什么款的议题，无一定要甲台语有直接的关系，只是我哋用台语来讨论。凡说是譬如讲阿德会关心到出版业界的代志，或者是甚至是政治，当然政治我较袂针对政治人物，系我较希望是一个政治局势的物件，或者是讲国际之间嘛使摕来讨论，或者是有某一寡话题，你希望讲，咱会使去看卖讨论，想要知影阿德甲来宾会使有什么款的内容出来，嘛会使还一寡建议啊，参考啊哈。对吼，所以这是今年伫咧应该是台语的故事伫咧2025年的上尾一集虽然讲是接触到蛇年的这个物件，小溜啊，这个蛇年、流年、小龙年的这个小龙女啊，这个开头到了咱的这个尾声吼，结束啊，要尾啊，要行向到马年吼，因为差不多过外月就是马年吼，所以就是安尼小连续头前时间，咱人讲的啦，若照国力来讲吼，是要换。要元旦啦，对。不过元旦伫咧电台的节目去讲，拄好有其他的节目，大家使去听吼。我伫做的另外，因为拄好阮当时共一天，我伫电台两个节目是共一天播出嘛，拄好伫咧元旦，所以有2集的节目互大家听会到安尼。你若真正透早要起来困袂去你要听你就随时拢听会到6点过后应该就有是就早，你其实无过人迄时阵迄困搁较早起来安尼计算敢若有较早不过当然只要有出来就规工你随时不管时钟听会到啦。对啦，但是有的人啦早起爱上班爱赶路程嘛是会较早对有的人是做生意啥伊就无精差做生意无较无时间啦但是伊可能嘛是爱塞车创3一段时间
都无放假嘛，所以这拢会使互大家做参考。啊，拄仔有讲，希望讲大家若是有一寡新的建议想法、题目题材，想要讲会使用台语来讨论这个题材无？咱会使来讨论看卖。有一寡伊可能主要毋是做作品的人，毋过伊伫某一寡领域，你希望讲会使有一寡讨论，包含讲心理学啊、社会学啊等等，拢会使反射会使来试看卖安尼。好啦，咱这集的长度到这嘛差不多啊。那咱今日就到这，那大家2026年再见咯。祝福一个小过年元旦新年快乐！新年恭喜！好，拜拜。拜。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家父甜面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车拉黑车拉、阿莹、杨文珍、瑞琪、王淑贤、伊文、阿文、Arthur 阿川、英川、阿里嘎瓦、尤里、麒麟鹿、PT 锅。无论是长期福金家父，也是经营通话新加倍斗助阵挂金甜妹面的天兵天将听友，感谢恁实际支持，愿阁较有信心，伫这条路勇敢滑步。